礼拜时间已经到，请咱备办心开始今仔日的礼拜，请走噶。恁着对无花果树处比如，当伊机软效发的时，就知夏天近啦。安尼，恁看隆重这个事，就知已经近到门口啦。三甲来吟信诗，阿罗上帝，信诗379首，愿我话哪听你，我主基督，请起立。
请咱悠然徛咧，用主教示咱的主祷文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伫日市，着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煞者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就是囝，咱的主。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中彼拉多流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刻印文，今仔日要刻印的是刻印文第40篇，也就是以赛亚书第6章，记载伫信息后面1071面。我来刻，请大家来印。我有看到主坐伫宝座，伫真悬的所在。伫伊的周围有西拉兵天使，徛伫树后。这声现在，万军的统帅上主，伊的阳光充满全地，门厅因为呼应的声震动，圣殿有烟满满。迄时我讲，我有知的，我袂恶啦，因为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踮伫嘴唇无清气的主名勇敢。这声，我的目睭有看到王万军的统帅上主，有一个西拉法天使飞我来我遮，伊的手用火焰对两边热的炭，将炭捂我的嘴唇，讲。这个有你的罪过已经除去，我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啥人？这声我就讲，我伫遮，请找我。三更仔头来祈祷。创造天地主宰，阮伫天顶的爸，感谢主的保守，伫阮前几工的风台中安然度过，会当顺利欢喜来到圣殿中自职来敬拜。感谢主的引带，互一切耽误的工课，拢有神的安排甲完成。伫风雨中，阮亲知主所创造天地伟大。伫大自然中，我嘛是伫学习谦卑，求主伸手疼惜即卖悠然受到水灾迫害，甲家园毁败每一个悲伤无助的心灵，减轻伊的辛劳，帮咱一切顺利，较紧的生活会当平静，得到平安。我靠主，我知影安怎伫卑贱。也知影安怎伫富足，也是饱，也是枵，也是富足，也是欠缺，凡事拢会当我靠主赏赐我气力的，事事拢会成。我靠军队主的脚步甲引带，互阮会当成做一个对代志有主见，佮充满包容的人。伫智慧微细的事顶面，嘛会当尽忠，时时刻刻。拢会当想到安怎来帮助人，行出热情款待人的脚步，毋
毋若内心平静定着，对着每一个机会会当学习的，嘛是拢充满着感恩。阮会记着轻条主教示的慈爱甲信息，练习以疼甲慈悲来服侍人，来体贴人。伫困难中，无伫挂虑甲惊吓，独独万事着用祈祷、恳求甲感谢。愿主伫阮痛苦软遮的所在，种下甘甜。愿主帮助阮，愿主看顾，愿主来为阮开路。阮也将教会灵命的追求，甲社会事工的进行，恭敬放伫主的面前。愿主赐下智慧，互一切安排甲计划，拢有主奇妙的旨意甲带领，以教会甲社区来结连，来祝福阮的国家，来关心世界。最后，也恳求伊伫的主，帮赞身体欠安、衰弱白疼的兄弟姊妹，会当加听加天快活甲轻松，有够额的信心甲愿望，有发光的灵来压制医疗，互照顾的人嘛得到造就甲支持。一切祈祷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俄罗煞只被邀请，甲闽下手团，伊今仔日要俄罗的诗歌是，我要唱歌来俄罗主。
着耶和华唱新歌，我要学录荣耀的声。感谢嘉音合唱团唱出快乐、佮祝福的声。今仔日要领受的圣经章有两节。第一位是记载伫马太福音第5章17节到20节。我来读，请大家来看。无伫拍算，我来是要废无律法，也是先知。我来毋是要废无，是要应验。因为我实在甲恁讲，就到天地废无，律法的一点一画也决断袂废无，到拢总成。所以，既然毁坏，才会改名至微细的一条，煞安尼教世人的，伫天国要称伊做至微细；独独既若行，煞教世人的，伫天国要称伊做大。所以我甲恁讲，即使恁的义无行过经学士甲法利赛人的义，决断袂进入天国。第二位，圣经记载伫路加福音11章42节到52节。恁法利赛人有知的啊，因为恁将薄荷分享甲逐样的菜色10分抽1分，若是公义甲听上帝的事，就放无要紧。总是遮个是应该着行的，遐个也毋通放杀。恁法利赛人有知的啊，因为你爱回转来做高位，加起来互人称安。恁有知的啊，因为恁亲像稳白的雾，人行伫顶面毋知。有一个教律法的先师应伊讲：“先师，你讲遮个话也保佑着阮。”若是伊讲，恁教律法的先师也有知的啊，因为恁足恶伫担的担，互人担。若是恁本身无用一支枕头来蒙遐个担，恁有知的啊，因为恁创先知人的目，也恁会做把害死因。安尼，恁会做所做的，恁最干净，佮欢喜伊，因为因害死因。也恁创因的目，所以上帝智慧有讲：我要找先知甲使徒就近因，其中有的因要害死伊，有的因要捆住伊。直到对创造世间以来所流种先知的血，拢要甲这世代讨，就是对雅伯的血，到撒加利亚4伫点甲坛中间的血。实在啊，我甲恁讲，拢要对这世代讨。恁教律法的先师有知的啊，因为恁将财目的锁匙摕去，恁家己毋入，特别日的人，恁着阻挡伊。圣经读到遮，愿所有听伊的话，佮行伊的人。讲道本堂中宣圣牧师今仔日要分享的是危机意识。请咱同心来搁一届来祈祷。创造宇宙主宰，我伫天的爸，你的名是值得阿乐的。是人讲强创万物，拢来保养上帝你的荣光。伫风台中间，愿看见你快乐的通行行。伫风和日丽的早起，愿看见遮尔水。树木花草所创造一切，拢咧宣扬上帝你的伟大，你的奥妙。主总是阮来到你的圣殿，也感受到，亲像先知以赛亚进入上帝圣殿迄种心内的挣扎，因为你是现在的上帝。当天使天君用圣洁的上帝遮尔伟大通行来学到你的时，阮亲像以赛亚看见阮家己的不足，
阮真正亲像以赛亚讲，阮是喙唇无清气，阮的心灵嘛无清气，也踮伫喙唇无清气的人的中间。主，阮需要你差遣天使，用火钳来业火炭，来清气阮的喙唇，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掠砍阮心内一切的罪恶，互阮会通堪得阮的罪得到洗清。阮今仔日凭着主耶稣基督为着阮完成的救赎，来称呼你是阮伫天的爸。阮来仰望你，来敬拜你，恳求你，亲像当时对以赛亚所提醒的，你伫这个世间也阁有真侪代志要去完成。总是你咧问我通差遣什么人？阮才会提升蒙恩得救，得到上帝你恩典接纳的人。虽然阮的能力不足，总是阮敢勇敢伫上帝你面前讲：主啊，阮伫遮。如果阮做会到，请你来找阮。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会通伫逐工、逐日，特别是礼拜日，阮做伙伫遮来敬拜，来高举主你的名，来调见你的面的时，上帝你真理的话，通过圣神的帮助，互阮会通领受，也搁较有迄个能力，对所领受的真理来行出来，无亲像这法利赛人经学书，互阮会通避免主你所警告阮的，互阮无拄着灾的。阮同心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仔日要甲咱谈的这个话题是危机意识、危机意识。我相信咱2礼拜前看见川普伫宾州的造势场所去互暗杀好佳在平安无代志。总是即马咱咧看见国会一直咧调查特勤组，恁敢无危机意识？因为照目前得到的消息是，真早都有人甲警方、甲 FBI、甲特勤组的人讲，有人提枪，有人爬去伫厝顶。为什么恁有这个资料？恁阁用阮这个准总统候选人上台伫遐互伊插一块就丧失性命？恁的反应为什么是安尼？当然中间有真侪阴谋论，有真侪这个检讨就是感觉恁危机的意识无够强。当时危机就发生危机就是伫你无拍算的中间就会临到。所以当这个暗杀总统候选人的代志发生了后，就危机的处理。即摆两边拢咧开始调整因的竞选策略。咱看见民主党马上除了讲伊家己伫即个拜登咧辩论的时阵，互感觉讲你的年纪实在是过落去4年，你无能力通处理国际遮尔复杂的代志。一方面已经咧逼退他了，总是就是川普遇刺这项代志，诚做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民主党马上要换人逼退他。共和党嘛是开始安尼，因一直用仇恨用这个批评执政党这种的策略来竞选。但这时因感觉是要团结的时阵，是美国需要大家团结，大家意识形态无同，大家支持的无同，总是一个团结的美国才是国家的幸福。所以因开始对伫危机的中间来调整因的脚步。当然对台湾来讲嘛，有真大的先需要来想看，如果真正川普第二届佫上台的时，以前第一届安尼第二届伊即马竞选中间讲到台湾甲晶片拢规个拢垄断所以台湾也要家己负担这个国防的需要，这个军备咱是甲翻做保护费随时是咱对家己自我的防卫，恁需要付出更加侪努力。所以我相信咱的政府执政党一定有咧想讲，万一若是川普上台的时，咱要怎样来应对美国的政策？
这拢就需要伫事前来小可想好势。所以有一句话讲时到时当，无米煮番薯汤。我想咱迄个无毋对啦。有时一寡代志是你无到迄个时阵，你毋知要安怎做。所以危机应变的能力，伫迄个时阵，你就爱马上有迄个能力通来化解这个危机。总是袂当干那靠安尼。伫即个时阵，咱需要想讲，如果某一项情况伫我的人生中发生的时阵，我要安怎反应？我先有未雨绸缪，想到这个代志。所以平常时检测咱需要有即个危机意识。我相信这检测也是咱住伫台湾的人有较欠缺一些，因为全世界拢感觉台湾台海、南海是非常的危险。总是咱无感觉安那，当然可能咱是已经麻痹去、习惯去啊。不管派偌侪军机、军舰在咱周围伫遐巡，咱就感觉好像不会发生战争一样。听讲最近有一出电影叫做《明日战争》哟，因就是要就是去假设讲真正中国若武力来侵犯的时阵，可能会一寡情形。我相信这是一个真好的提醒，危机的意识，莫讲真远。咱敢若讲顶礼拜，咱忽然间知影讲8年内底，这个第一遍这凯米台风真有可能会登陆。咱大概气象局啦，各方面拢讲雨量会很大啦，等这的。总是咱事实上，咱敢有采取什么行动去防止这个危机来产生？我真感谢咱真侪这兄弟因伫咱群组内底提醒讲，这风台天你毋通出外，因为有真侪这招牌啦、这剔除啦、遐违章建筑，有可能拢会被吹跑等这，也确实也发生真侪这悲剧。总是咱到底偌侪人有准备讲今仔水会大水会遮尔严重？以前想讲北部会较严重，即个咱看是南部比咱遮佫加真严重。当然，对政治人物来讲，台湾真特殊，就是风台会放假。大家没有危机意识的人，真侪人拢去迄个卡拉 OK 听讲戏院拢人满为患。因为事实上，风台假是互咱避免咱出外避免意外发生。总是咱会甲当做这个是一个小确幸啦吼。这个个会当休个2天。这政治人物我感觉因真可怜吼，因要安怎判断到底要放假无爱放假？伤早放假。是讲无风无日，人甲批评；伤晚放假，人也甲批评。所以台风政治学这是要行政治路的人，一个真需要去学习的。这拢是咧甲咱讲一项代志，就是这个约伯记5章第7节，我还记得有几啊摆讲到这个圣经。这约伯记5章7节讲，总是人出世定着有患难，这是肯定语句啊，定着。你人生无可能没有事情，定着有患难，而且这个患难会亲像火星飞上悬如火花飞腾，亲像火星飞上悬。我若读到这个圣经，我就定定会去想到以前去录影的时，迄个烧萤火，迄个萤火迄个火星就安尼会飞，风若吹位遮来，就飞位这边过来。即马美国定定咧山林野火。迄个风势非常的重要，因为吹位这边过来，遐消防队员疲于奔命，你无通知影讲风要吹位倒位去，偌悬爱跳到什么所在去。这个就是互咱意思，就是讲你伫患难的中间，可能不晓得从哪里会来，不晓得会造成到什么样的灾害，咱需要有所准备。所以咱这个虽然咱进步到这个程度，总是咱实在是无法度通避免环境对咱的影响。
咱看见最近咧救灾，不管是饲鸡吼，规个鸡场鸡死了，种近少的农村啊，等等遮的，甚至也真侪拄着不幸丧失性命，跋了高的遮的火星乱窜，所以咱需要真正一方面珍惜即马咱所拥有的，一方面可能咱爱想讲，我的人生中是毋是还佫有其他有可能产生的危机？譬如来讲，咱失业失业去用 lay off。我伫美国捌拄着一寡上班族的，他好不容易买一间厝，咧交贷款，去公司一 lay off， 我刚才通搁交3个月的mortgage贷款，3个月了交袂出来，半年以后就法院要拍卖，都无法度，伊都爱想办法。所以失业、经济衰退，有时咱的婚姻会出问题，有时咱囝儿这个亲子的问题，因伫学校是毋是受到霸凌，是毋是去交到歹朋友，是毋是去捌到毒品的代志等等，是毋是变做陷落伫迄个外教毒瘾这的代志？咱一定会拄到死失，咱至亲的人离开咱，有时咱会拄到老病，这是一定的。咱最近卫福部一直咧宣导讲临终医疗救护应该到什么程度？大家检测到迄个时阵，拢需要做判断。这个定定伫家庭内底产生问题。我有交代做倒一个囝讲，莫甲我插管，莫甲我迄落，莫甲我汽车等等遮的。所以其他的囝无听到咧。所以大家拢咧提醒，如果你若要交代讲这个到临终的时阵，你最好所有的囝，甚至你写落来，这是我的意愿，无喺囝儿中间为着迄个临终急救的处理方式的冤家，以上要安怎处理？我想这东西我们想象得到，也许咱拄会到，这个年龄佫不一定有关系。到底我家己本身要通做判断的时候，我望别人安怎来处理这个代志。所以袂当大家讲有在的我拄着无就都咧拖这样子。所以咱就看见这个特别讲做遗产的处理，侪人已经无伫咧遐囝儿伫法院底下过来过去，讲袂清楚。这种可能咱需要去较早去未雨绸缪去准备的。我想危机意识毋是干那伫咱日常生活上，耶稣今仔日有讲到几啊项。你应该有这一些危机意识，伊的危机意识写伫路加11章。既然耶稣甲咱警告，我想这个就是咱需要警醒的所在。今日路加11章一再讲，恁会有灾的哦，恁会有灾的，这是已经提出警告到底什么灾的，伊无什么讲，所以这必然是上帝看作真重要的。你要避免这个灾的，你就不要做这一些事。你都要较早去准备一下，所以这个你有在的，伊是咧甲咱警告讲，如果你若无去面对这个问题，将来你的性命，你甲上帝、你甲人的关系，拢会影响到。所以耶稣无讲恁将来会拄到是什么样的灾祸，总是伊甲咱讲，这个灾祸引起的原因是什么会引起这个灾祸，是什么导致这个灾祸的发生。我想咱就为路加11章42到20，从陈小文执事有甲咱读，中间有几个台语读起来怪怪，咱可能先解说一下吼。第一讲，恁亲像温密的梦，什么叫做温密的梦？第二，伊讲恁你讲这话也薄弱着阮，薄弱着阮这个台湾话咱即马最近较少去讲这个话。第三讲，恁创先知人的梦。创先知人的梦啦，华语讲恁替这先知造梦啦，做梦吼创先知的人的梦，有啥物毋对？你会感觉你读这先知上帝路仆，因死了后，阮家做一个梦这那会变做是一个灾祸。第四讲阿伯咱就需要小可知影阿伯的故事。
撒迦利亚是伫殿甲坛的中间的火，将来要追讨这些罪。撒迦利亚的故事检查咱毋是真实，今日咱就先来甲这段的圣经，搁一概来看。你看耶稣咧讲有在的是在哪一些情况？我读一概哦，咱用现代台语译本吼。咱小可家己心内来看卖咧。耶稣讲有在的到底是咧指啥？在1章42节讲，恁遮的法利赛人惨嘛，这是现代台语讲惨嘛，你们会惨吼，恁会遭殃了吼，因为恁将百合、分香甲逐款的菜色奉献1/10给上帝。总是为什么恁无重视公义甲疼上帝？其实这个才是恁应该行的。意思就是，你爱疼上帝甲行公义，比你献1/10较重要啦。当然，其他恁嘛唔通忽略啦，律法的规定恁嘛唔通忽略。总是轻重缓急，那照耶稣意思，应该是疼上帝甲行公义，会更得上帝的喜悦。伊讲恁遮法利赛人惨嘛，因为恁爱伫会堂坐大位，伫市场口，互人甲恁请安。第三讲恁惨嘛，因为恁亲像看袂出的梦，人对顶面行过嘛毋知。有一个法律教律法的教师甲耶稣讲：老师，你讲这个话嘛是在侮辱我。这个人实在是有一点白目啦吼。耶稣是咧骂法利赛人，伊甲伊对号入座讲：你讲这个吼，我教律法讲，你嘛是咧侮辱我安尼。伊莫讲个无要紧，讲落去耶稣转甲因讲，恁这教律法的先生嘛惨啊！因为恁将担无法的重担互人担，家己连一支砖头啊拢毋肯叮当来减轻因的担。你自己讲了一大堆，叫人安那做安那做，将重担扛伫人，所以恁家己不但做不到，恁嘛无要去替别人去担当这个重担。搁一个惨啊！恁的祖先杀死遐个先知，恁甲因做梦，这是咧读出来问题。遐个先知死，阮甲因做梦，为什么会惨？安尼，恁家己证实，恁嘛赞成祖先所做的代志，因为因杀死先知，恁甲因做梦。所以上帝智慧嘛有讲，我要找先知甲使徒去因遐，其中的有的会互因杀死。有的会互因迫害，对安尼对创造天地以来，就是对亚伯去直到伫这段甲圣所中间，互人杀害撒迦利亚为止，因所来的罪，这世代人拢着刑。着，我甲恁讲，这一切拢会甲恁这世代人讨。恁这个教律，恁这个律法教师惨啊，因为恁将开知识的门的锁匙，甲人摕走，家己毋入去，要入去的人，恁煞甲因阻挡。这中间有几个问题，咱需要恁亲像看袂到的梦，不显露的坟墓看袂出来，互人看袂出来犹太人无意中，伫因的宗教礼仪，伫耶稣的时代有所谓的洁净吼。我若去摸到尸体，我若去摸到骨头，我若去踏到梦，你家己爱知影讲，你我都无清气。我伫7天内底，我袂当做啥物代志，我也袂当入去圣殿敬拜，我袂当安那，这是因当时律法的规定。总是，伊毋知影，这才有一个梦啊。有时咱伫郊外嘛去踏过、行过，因为迄个梦牌已经可能无去啊，已经毋知讲这原来捌是大人的所在。你若看民数记19章讲，无论什么人伫田野梦到互倒抬死的，是身尸，是人的骨头，是坟墓，你就会7日久无清气。总是耶稣是咧批评这法利赛人讲，你们就像那一个，互人看袂出恁实在是梦。恁内底是臭骨头，外口是足水，看起来足水。恁表里不一啦，人大家感觉讲这法利赛人拢是遵守律法，道德非常高尚的人，所以因绝对是
甲因做朋友绝对是得到真侪利益。总是耶稣咧批评法利赛人里面只是外表，恁内底是遐污秽，也是遐骄傲，是遐嫉妒，是遐上帝无欢喜的心思意念。所以遐个人接近恁，你害着遐个人，亲像打着蒙共款无清气。接近恁的人，毋知影讲，原来其实你是这种人，你若这种人，我都无要甲你做朋友。不显露的目。第二个，咱需要解决的就是做梦的代志。恁惨啊！恁的祖先刣死真侪先知，恁甲因做梦。我想，这个后世代的人为着纪念上帝先知真冤枉被杀死，所以我甲伊做梦。耶稣是咧批评安尼讲，虽上表明恁真尊敬这个顺道者，这个上帝的奴仆。事实上，恁敢若做外表尔，盖个纪念碑。事实上，恁无对恁的祖先当时为什么刣死这个先知，今仔日恁继续咧刣这个先知，恁无对历史来学着教示，来反省悔改，所以迄是无路用的。恁敢若会晓做表面的。我想，这个也是我有时咧看台湾的转型正义，无法度通真实现的问题。是咱会感觉讲，我在为着争取民主牺牲性命的我们就立个纪念碑啦这个是人权园区啦，你们去看去学习。总是没有追究当时的加害者，没有对这个代志来学着教示。今仔日是不是咱也搁咧迫害一寡非我族类的人？这个就是耶稣所咧强调的。伊咧讲对先知真实的尊敬，对这个为上帝顺道的人，较重要是对历史来学着教示，毋是干那起一个纪念碑来纪念。今仔日阮都有为着郑南榕，伊都咧讲这个言论自由我们就设一个纪念馆就这样子。总是咱对言论自由的定义是讲对言论自由的迄个拥护，我要接纳跟我意见无同的人，我尊重你说话的权利。这个在咱的社会内底还是很困难。耶稣咧讲这个代志的时候，实在伊心内有真大的感触。伊咧指责法利赛人，恁刣死先知，恁会替先知做纪念碑，甲因做梦。所以今仔日恁继续嘛是咧刣先知，伊有切身的感受了吼，有迄个切身的感受。咱来看亚伯的会甲撒迦利亚，这个亚伯我想咱伫创世知影，第一个凶杀案发生伫兄弟亚伯甲该隐的中间，因为上帝较悦纳亚伯的献祭，直到该隐心内起怨妒，甚至甲伊的小弟刣死。上帝咧催亚伯伫什么所在？伊讲我毋是我小弟的看守者。我想亚伯伊代表第一个为着上帝来顺道的人。第二个是讲到撒迦利亚，撒迦利亚的故事咱较毋是遐熟，伊记载伫历代志录下卷24章。先要讲的就是圣经中有几个叫做撒迦利亚同名的人所以咱读迄个小先知书，那么有一个撒迦利亚书，总是这个甲迄个小先知书无共。加塞的约翰的老爸嘛叫撒迦利亚，所以叫做撒迦利亚的人有真多。这个撒迦利亚是祭司撒迦利亚这个撒迦利亚为着指责当时犹大王叫约阿斯。伊批评国王离开上帝，直到受杀害。咱来看这段历代志录下卷24章的记载历代志录下卷24章，伊讲，总是上帝差先知到遐，要引带因归向耶和华。先知对因做干净，总是当时的百姓毋听。
迄时上帝的圣神临到祭司约亚和亚大的囝，叫做撒迦利亚。这个撒迦利亚伊就徛伫百姓的顶面，对因讲：上帝有安尼讲，恁啥事犯着耶和华的诫命，至久袂得到亨通啊！因为恁弃杀耶和华，所以上帝也要弃杀恁。19节，因才听到撒迦利亚讲这话的人，因真生气，因就激动来害伊，因就照王的命令、约阿书的命令，伫耶和华的圣殿内底用石头来钉死伊。安尼，约阿书王无孝念撒迦利亚的老爸，撒迦利亚的老爸叫亚和亚大，就是一个真得到人尊重的一个祭司，伊无孝念耶和亚大对约阿书的恩情，反倒来害死伊的囝。所以当这个祭司撒迦利亚要死的时，伊伫遐讲完耶和华为我监察来审冤。所以耶稣讲对阿伯的会，直到撒迦利亚的顺道，是咧指事实上伫耶稣的时代，甚至到今仔日，人类一直咧抗拒上帝叫咱爱悔改、爱回转迄种的呼吁。所以对阿伯甲撒迦利亚，就是事实上希伯来文的圣经伊的编排为创世开始到历代记录来结束。所以犹太人讲对创世纪到历代记录，意思就是像咱今日基督徒讲圣经为创世纪到启示录，就整个旧约的时代，伫耶稣的时代。对阿伯第一个顺道到伫撒迦利亚，最后旧约整个时代拢是咧抬死上帝才派来罗卜先知的这个悲惨的历史。所以耶稣是咧讲，规本的圣经有真多顺道者为着来传达上帝的旨意，来丧失伊的性命。耶稣讲这句话，事实上是咧甲这些法利赛人讲。不久的将来，你们还是要会犯同样的错误，恁会甲我送上十字架。所以耶稣讲这句话有切身的感触啦。阿伯第一个，撒迦利亚不是最后一个，将来恁犹原会起迄个先知的梦，总是恁还是会犯同样的梦。所以耶稣伫这讲话中间，伊有真深的感触。我奉车来到遮，亲像这个家母要召集这家囝来伊的保护、伊的救赎内底。上帝差遣耶稣来到世间来救赎咱，来保护咱，好得到永远的活命。到今仔日，真侪人若是恁唔爱、恁唔肯，所以耶稣伊咧讲这伊的话，也是讲伊咧讲披露伊心内事实上有真大的感触。我就是安尼，佮甲恁讲，佮甲恁讲，你们还是固执的去行恁家己的路，所以用凶恶严父的比喻影射，今仔上帝派伊的囝来到世间，也有遐个电火来甲伊害死，恁犹原也是咧犯历史上这个错误。所以今仔咱讲的路加11章42到52，你看有6个惨恁惨恁有知会这6个惨，3个是对法利赛人，3个是对这个咧教律法的先生。对法利赛人有3个警告，咱甲读起来，简单甲浓缩的是：你们舍本逐末啦，恁真重视1/10的奉献，总是无重视行公义、听上帝。恁敢若会爱慕虚荣、贪图荣耀另外恁是里外不一。对伫律法先生的警告是：恁敢若唱高调、喊口号，总是恁家己做袂到。恁高举死的人，总是今仔日上帝路卜，恁犹原共款藐视因。然后伊甲这教律法的先生讲，恁垄断真理的解释权。敢若讲，我讲的才是对那不是通过我解说圣经，恁对真理的了解拢有错误。所以阻止人进入伫迄个
上帝真理奥妙的殿堂。咱对这6个来反省咱家己，我会舍本逐末吗？我成律法主义者吗？我做一个基督徒，我是不是真注重？我都有礼拜日我尽力来礼拜，我来10分之奉献，我这样就够了吗？伊讲行公义，甲听上帝代志，是不是比这个更加重要？是不是比咱乖乖来做礼拜，乖乖来10分之奉献，这更加重要？所以讲，规本的圣经不是为旧约到新约，拢一直甲咱讲，上帝实在是无欠用恁用千只的牛羊献祭来互我，伊毋是善甲讲欠你的奉献，欠你这个人来甲伊敬拜。伊爱就是咱对心底对伊的疼，甲伫这个生活上用上帝公义来判断代志。所以咱真爱米迦书6章第8节讲，上帝爱什么？上帝敢爱你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你的上帝相合行。咱会通看见这个咧讲到你甲上帝关系，对上帝你敬虔献祭咧，对人你怜悯公义，对家己就是谦卑。望我一生甲上帝来相同行。第2项咱看见是讲，这法利赛人真爱坐大位，真爱互人称安。我想咱互人尊重，这是人性，咱真爱。大家感觉讲确实你互我真钦佩。不管你的做人，你的事业的成就，你的家庭，互我真钦佩。咱甲咱学了这没有什么错误，但是你用各种其他的方法要去争取人的这个对你的这个学了，这个就不是上帝所欢喜的。所以讲，加勒太书5章讲，不要贪图，贪图就是本来不是你应该得的，你想尽办法要去得到。望讲这样子，大家肯定我的成就大家来羡慕我。台湾来讲，无伫对中空的阳光，世间甲这个阳光拢会过去啊。今天咱咧讲什么足伟大的人，你看10年以后还有人在纪念他吗？咱无必要去贪图过分看重迄个人对咱的肯定，还是迄个赞誉。第3项，我感的是迄个未显露的福幕，就是我感是表里如一啦。我感表里如一，我是毋是变做甲我接触的人，煞变做目掉迄个垃圾？法利赛人伫耶稣时代，一直互人甲假冒为善画上等号。因为安尼，一礼拜禁食3届，徛伫街仔路底下祈祷，表示我敬虔等这。耶稣非常讨厌这样子，假冒为善。其实今仔日真侪人对基督徒甲教会批评嘛是安尼，假冒为善，这是咱需要来反省的所在。我是亲像在教经学的教书。咱家己担袂起的重担叫别人来担自己没有能力做到，甚至嘛不爱倒因做吼。这不能身体力行的基督徒，我想是上帝所讨厌。所以我定咧讲，我非常钦佩保罗。保罗对家己的言行举止，对家己的内外有这样的把握。所以腓立比书、哥林多前书伊嘛安尼讲，恁着学我，亲像我学基督。他敢把自己推上风头，讲你来看我，因为我学的是基督，我经得起考验。我想咱中间可能无几个敢讲这种话。恁着三甲学我，因为我做恁的模范。这可能是咱一个需要努力的目标。咱是迫害真理的人吗？最是确实咱有时较爱听咱爱听的话。唔用稳端正的架势，甲咱指责的话，咱拢无讲真爱听啦，这是真自然的。学了咱的话，咱真爱听；甲咱指责的话，有时咱听袂落去。
咱要用什么款的态度来面对有人提醒咱，你这方面小较注意一下。咱是毋是干那会晓叫别人反省悔改，家己拢一再的重蹈覆辙？最后伊讲，恁法利赛人，恁感觉恁举真理的锁匙，只有借由你们才能够了解真理。因为恁开知识的门的锁匙，甲人提走，家己唔入去，要入去的人，恁煞甲因阻挡。意思就是，这系教律法的先师。我圣经读过10摆啊，你袂比我知啦。我甲你讲，安尼就对啦。将家己对真理的了解绝对化，会诚做其他的人认捌上帝会障碍。所以上帝圣神真理的灵，今仔咱读这段圣经，路加11章42到50，我了解上帝启示我的，我安尼来分享。点菜你不一定完全同意我所讲的，因为上帝真理的灵是自由运行的。点菜你提醒你的是这点，总是咱卖绝对化家己。我的看法是绝对正确的。我对真理，我对这段圣经的解说是绝对的。可能咱就诚做上帝。耶稣讲我是路，是真理，是活命，是伊有完全的真理，只有借着伊，上帝圣神你帮助我，更加了解你的真理，来提醒我那个生活，所以人才会通进入的真理奥秘的殿堂。所以六项。耶稣唔通互耶稣讲恁惨嘛？这两项咱做一个最后的结论，咱努力来了解、来实践律法的精神，甲伊来遵守伊的诫命，无得对中空虚的阳光，努力互家己诚做表里如一的人，毋茫咱身体力行，会通做甲讲。我安尼讲，我嘛尽力要做到到。毋茫咱对历史学着假释，希望咱永远是徛伫历史正确的一边。我连看这世间的代志的时阵，用上帝角度，用上帝真理对我的启示，咱会通徛伫真理的这一边。莫诚做现代法利赛人经学士，对真理用谦卑的心继续学习，也无因为我。诚做别人就近真理、就近上帝的阻碍。咱用这个圣经来做咱今仔日上帝耶稣提醒讲我，咱的义爱赢过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咱做来读这段圣经来，因为我甲恁讲，设使恁的义无赢过经学士甲法利赛人的义，决断未得入天国。马太5章20节。标准很高嘞，咱的义爱赢过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咱做来努力，上个来祈祷。天父，我感谢你，通过你对当时法利赛人甲经学的这教师的提醒，主啊，阮期待阮也会通避免将来互你讲恁惨啊，互阮会通诚做表里如一，也行上帝。的公义，听上帝的心，也诚做正人好的模范。求你将真理来教示阮，互阮会通更加清楚了解你对阮生命中的旨意，伫阮逐工的生活中间，互阮有危机意识，免得到最后一天受阻挡伫上帝你永远国度的门外。祈祷靠耶稣的名，阿们。三甲用信息来回应上帝，信息223首第1节到第4节的，徛起至悬稳目所在，请起立。
献，请杨嘉欣、陈振宇执事来书献。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报告，欢迎大家做伙来敬拜。礼拜了后，请嘛大家留步伫地下室有爱餐，大家做伙来享受。第二点，后一个主日8月4号，阮要来庆祝爸爸节吼。迄天礼拜呢，第一场会暂停，因为咱第二场有安排儿童青少年伊的升级的典礼，请迄天作为爸爸家庭做伙来组织，做伙来礼拜。第三点，圣礼典第三季唯一一遍的圣礼典有洗礼，甲圣餐是伫8月18号。若是有兄弟袂当有了有需要的互牧师知影安排时间来上课。第四点呢，我们来征求志工啦，社宣组为着有更较好的这个安排，拜日有手机班，拜四有长青乐活班，我们需要志工若是对这个事工有袂当奉献时间，甲开来请互牧师知影，有会当有一个8月11号有一个训练的一个课程。团契消息，南门幼稚园长就一张有19届毕业典礼，今年有6月毕业生，愿上帝带领，佮祝福因人生的道路。基督团体今仔日第一场了后，就出发去台北的奥万大郊游，愿主带领有平安快乐的一天。妇女团体甲阿姨合唱团拜五拢有组织，伫8月时间有安排1个月暑假，请姊妹爱注意。教界的消息，新增教会后主日8月4号下晡3点半有考雅如牧师的就任。第二点呢，中会有安排各自维护甲管理课程的这个训练会请中职来注意，会当来报名时间到7月31来截止。大道的事项，请家己来过目。牧师敢有补充？毋知有需要我特别介绍你的朋友伫咱中间的无？免到这边请恁查某囝30个竞赛，欢迎你来，欢迎你来。毋知楼顶有无？有特别需要介绍？若无，咱就来行平安礼吼。代表教会欢迎咱大家做伙伫遮来敬拜。请起立，大家做伙来行平安礼。
上营223首，徛起至悬温目所在第50到第70。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要所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听他，圣神的相通安慰医治祝福，甲咱正大家三合一个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闭会。